要数数看，这里有几个角？这里有角 ABC， 有角 ABD， 也有角 CBD， 总共有3个。有3条线就可以形成3乘以括弧3减1，然后除以2，等于3个角。在第二个图里面有4条线，1跟2，还有1跟3、1跟4，还有2跟3，还有2跟4跟3跟4，总共有6个角。代入公式就是4乘以括弧4减1，然后除以2，等于6。再看底下的图，有5条线，1跟2、1跟3、1跟4、1跟5，还有2跟3、2跟4、2跟5，以及3跟4、3跟5，还有4跟5，各有1个角，总共有10个角。代入公式就是5乘以括弧5减1，然后除以2，等于10。好，再看下一页。